哎呀，我自用，我都一下子叫不出来了。我自用就是我自用最主要怎么？哎，这个地方那我就给你扫出来。你让这个来，你把狗让给扫出来，有鱼有啥？棒节，往右一点。你可以把手开就好了。开得出的不要理我，能不能一口气过来？啊，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没事，你不要紧。有2个，铁路船厂吗？嗯，我觉得可以，但也会有头。我都没结婚。他这个灯光拍照就不好看，他这个拍照太好了。上一次在杭州看那个人长得跟我看出来全是白的，不好看，不好拍。这个灯太难拍，反光很厉害。
照片头好看。
尽送押狱，那是徒儿曾庙长在朝廷啊，怎庙长放在这儿见过的呀？哦，原来是他呀！庙长不是关外之女，一朝作乱在此之中，他竟是万古通宵。我说儿，你有什么疑难之处，可找他请教，相互去处啊！这还真没。
为什么去？
高
老先生。
的诗歌。说谁清淡说说，云到中层层，话后都是官上层，有谁心存不安？为何我不安？哎呀呀，好蹊跷也！心是偏是报元首年南京，将将军绝了万幸，真万幸得逞。哎呀呀呀呀，宝贝呀是宝贝呀！你忘我死了！哎呀，你忘我死了！哎哎，这是我周家之宝，岂肯玩命？好啊，你让我玩，我就把你当做替身，告诉你姑娘去。好，你告我什么？谁告你千层云浪推高兴，从生你为生气？谁告你天乱心，杂事听？请我退下不归去。我话，你就等我娘上。人生不太平，平情淡，生缘是造孽。可怜我永在心存不安，说年难聚，繁星更深。我要去牵马姑娘。哎呀，姑娘啊，怎么？这说年难聚，繁星更深，是何意思啊？姑娘，你可说实话啊！天哪！这场冤情所以成非，有天难听，我好苦呀！我好是谁只能在我们须当之间花无草，也放君子虽红，我看似他难相随。君朝清高，你明思，常为我为应交情。小声举头，
可惜呀，是可惜哟。喜寿哦，莫非姑娘要一茶儿？那这喜从何来呀？啊，本苦将士，我儿去往另外赴考，受得高中，取第一喜吧，需要留恋此门。哎呀，坏了，是坏了！哎呀，姑娘啊，咱儿别提高语文，长不高，要是勉强不考，名落孙乡，岂不为了名声枉费了路子？姑娘，咱儿要是累苦再去吧。啊，但无一苦，又要登山贼哦。哎呀，姑娘，咱儿须得独旅去吧。姑娘，你最少比咱儿先去赴考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潘大嫂，你潘大嫂，潘大嫂。谁知你不听教训？
这儿，快请你们三亲听着，王母娘娘是众位弟子。师傅，这一我这儿要去你婚服好，即刻启程。等会弟子从亲，帮他辛苦告终。顺相及亲，从今拜参。
跑得好快。走。
情
好了，关不去，让你好饮醉啊！去还了，快点不上船吗？哎，你好像是女贞观的仙姑啊！啥人这么知道？老他到女贞观烧香，咦，我小仙姑啊，咱个眉清目秀，能诗会话，聪明伶俐，讨人欢喜，我辛辛苦苦的，哎，咱们就是努力的上个快张船。有心天之下，拜过何人所人啊？那也是嘛，那上一去干？我吓死我了！开档喽！算了，我们请客你。哎呦，被你拆荒了。哎，这没底下长得这小这个，这个不得做。了不尽的相思啊嘞，我的恩爱在，江水东去再不回，一丝空的见字啊，来呀，他今天。小青瓜，请问你真心啊？小心诚心人，哎呀！哎呀，小到不对信任你，信任你少说，所以要杀来，当心耳朵，不见可以啊！拜托仙姑啊，请问你真心啊？小心些，这就对了。小仙姑啊，请你帮点情啊！电视剧，哎呀，电视剧要你去发这里真聪明啊！小仙姑啊，我帮你这张水面大雕说，你借我多少银子啊？3斤。6斤。太少了。我至少要2两。哎，这可以进的，这是的。我是请你拿着我的，快我这张线去啊！哎，这个可以的，真是很累。说到江山千里，千载之情。
哇
正不，谁我同往里安全，我俩生死成一起，我现在欢乐去，这个小嘴苦相追。好，所讲开说，啊，秒杀！三儿，秒杀死我！你不是云马长情已尽，导致墙上所长而诛死我。啊，我怕欢相公举兵攻伐，但你见他注定心胆来的呀。哎，师兄，你心胆来的？注定心胆。徒儿啊，三儿先生逃不灭。
思念泪滴血。
去
那走吧。